我就一起修理。常常跟我说，知道有人是自己，我告诉他，他就是大人。气死我了！我一定要把你抓起来，好好的修理你。呀，这样，起来！跑到哪里去了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哎，小朋友，我告诉你们哦，我可是这个地方的老大，你们千万不可以帮助那个小不点恐龙啊！如果让我知道啊，我就把你们抓起来打你们的小屁股！好了，我赶快去找那一个小恐龙了，拜拜！